学贵学校白话字课本儿童故事册第一册陈光辉编著第7篇讲较快。一只鸟鼠看因的同伴常常互猫仔咬去，就三甲参详，要怎样来对付猫仔？有一只少年的提议讲，用含笼仔绑伫猫仔的颔棍，伊若来隆隆叫，咱就会知通来去密空底。大家赞成，差不多讲，以前的拢真戆，袂晓安尼做。迄时老鸟鼠头讲，倒一只要去甲猫仔挂含笼仔，无半只敢应。讲较快，实在是真恶。